华视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仁爱乡澳万大森林游乐区边仔的万大溪，出现着10台吉普车，无咧行半人，大风就驶入去溪床。这个车顶阁有露营的布棚。虽然水利法规定，这个车辆无经过温准，袂当驶入个溪床顶，但是并无实际的罚则。若是民众出意外，这责任是啥物人要来承担呢？ 夸张了吧？这可以这样开的吗？真侪台吉普车驶伫咧溪坡啊，围车顶佮敢若放规定布棚的装备。上头前一台车负责开路，互后边的车对因行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台，这是河川底耶。 10台吉普车为水源尾的所在驶去，这是万大松林游乐区边的万大溪。民众伫咧学万大欣赏棚仔迄个步道顶，看到吉普车驶伫咧溪坡啊。加上水利法规定，河川内禁止伫咧指定路线外驶车。不过，这段万大溪毋是管制区，林管处敢会当甲伊考考。 溯溪基本上它会是一种风险很大的行为，然后同时会影响河流的水质哈。我们还是呼吁，相关登山的朋友哈，尽量不要溯溪。即马当时看棚仔翕的时阵，民众冒险飞溪坡啊，驶车去山顶看风景。若发生意外，这个责任谁会当担？